好多謝醫生救咗波子。今日小主人帶住康復嘅波子返嚟豐盈急症室，揾救過波子嘅急症及重症監護主管 Dr. Alvaro Jordan 覆診。Dr. Alvaro 見到波子健康活潑，都感到好感動同埋欣慰。到底波子之前發生咗咩事？貓同埋狗，尤其係幼犬同埋幼貓，天生充滿好奇心，佢哋中意探索新奇會喐嘅嘢，但係有時呢一份好奇心就會令佢哋陷入麻煩。波子係一隻4個月大嘅短毛小家貓。因為吞咗一粒瘤，所以被送至豐盈急症室檢查。等我哋嚟聽下小主人講返當時嘅情況。有一日，媽咪發現件3粒瘤唔見咗，佢仲問我：你知唔知咩發生啊？我就諗返前一日波子玩媽咪件衫嗰時，我甩咗一粒瘤嚟玩。到咗醫院之後，獸醫即刻為波子進行 X 光檢查，結果顯示嗰粒唔見咗嘅瘤就喺波子嘅胃入面。獸醫先安排嘗試催吐，波子吐出好多其他嘅異物，但係可惜未能吐出粒瘤，於是決定進行胃內窺鏡檢查。呢個係一項低入侵性程序。喺我哋麻醉專科團隊嘅協助下，我哋嘅急症及重症監護主管 Dr. Alvaro Jordan 將帶有攝像頭同埋取物裝置嘅柔性管從口腔伸入胃部，精準定位並安全取出異物，結果成功取出粒瘤。手術之後，波子恢復活潑又充滿好奇嘅樣子，仲喺醫院留院咗1晚，確保無併發症。好彩波子主人及早尋求治療，否則情況可能會惡化，甚至需要喺重症監護留醫添。如果你嘅動物出現以下症狀，就要提高警覺，同埋帶動物嚟及早求醫啦。